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30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啊，这个胡适啊，又是震荡啊，全天都在震荡，市场全天震荡分化，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啊。截至收盘，沪指跌0.23%，深成指涨0.251%，创业板指数涨0.83%。两市啊，成交额略有放大，现在是1.17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啊放量1400亿。这个盘面啊，热点轮动啊加快，个股涨多跌少，3400只股票上涨，将近2000家下跌啊。这个股市啊，从这个图形上看，尤其是沪指啊，像一个圆弧顶啊，这个走势啊很吓人啊。如果节后啊一旦来个暴跌啊，圆弧顶就形成了。这种走势啊，越有人控制啊，这个成交量就越小，因为参与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害怕，所以这个成交量啊，现在就在1万亿左右。成交量不太容易骗人，不太好作假，参与的人少了啊，这个活跃的资金也越来越少。今天啊，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新闻，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敢说的一个经济学家啊，当然了，不能叫经济学家啊，这应该是券商的首席经济学家傅鹏啊，现在官宣离职。我看有很多媒体报道啊，新浪财经报道啊，是傅鹏从东北证券离职。首席经济学家傅鹏离职消息近日引发市场关注。近日，傅鹏向新浪财经独家回应称，因个人身体原因从东北证券离职，目前正在休养调整中。此前，傅鹏的职业信息已从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撤下。傅鹏表示啊，过去几年高强度工作对健康状况造成影响，经慎重考虑后决定暂别一线岗位，身体是长期事业的基础，希望未来以更饱满的状态回归。他同时对东北证券多年来的支持表示感谢。据知情人士透露啊，公司管理层充分尊重其选择，双方保持了良好沟通。我看网上有人发那个傅鹏啊，大概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简短的文字啊，说他短短的什么多长时间就2次什么全麻做手术一大堆的啊，以证明啊他是因为身体原因从东北证券离职了。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从东北证券离职了啊，总之啊，这都会给这个大家带来遐想啊，因为他离职之前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声音，现在突然说他离职了，这个难免让人猜测啊。这个券商的经济学家不好干啊，以前咱们也介绍过啊，像这个岗位啊，容易这个精神分裂，所以这个身体确实很重要。你比如说啊，有个叫高尚文的，他也是券商啊经济学家，这哪个券商忘了啊？还有一个叫任泽平的啊，曾经也在券商干过首席经济学家。这些人反正对吧，曾经在网上很火，但是现在呢都不知所终啊，也不知所踪，不知道在哪儿，到底犯了什么事不得而知。这个行业给人感觉啊，就这个职位啊，说真话容易丢饭碗，说假话呢容易丧良心，所以你说这个确实啊，这个比较矛盾呢。不说话呢，那也不行，就你这个岗位你必须要说话，各种报告，对吧？你得做出判断呢，你得发表意见呢。所以他这个职位非常难干啊，就是你不说话不行，那你是行尸走肉，那你是混工资啊。说真话保不住饭碗，说假话对不起良心。杀了会叫的公鸡啊，天就不亮了。当然了，会叫的公鸡也杀不干净总有人呢会想着法的去透露一些信息，对吧？去金鸡报晓啊。我在应该2年前就说了，就是那个时候加特老师还大行其道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你要觉得经济形势啊会不会变好，首先要看这个环境，这环境有没有越来越宽松。如果这个环境啊越来越收紧，越来越压抑，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稍微说一句什么话立马禁言消失，在这种环境下你说经济会高好，会有起色，这个不太现实，不容置疑，对吧？一旦一个事情不容置疑的时候，一般的说明啊它就出问题了，对吧？只接受赞美。刚才说了啊，这会叫的公鸡啊是杀不完的。最近我看这个证券专家刘继鹏啊，他在接受这个一个叫李孔岳的这个访谈，他们俩人采访，这个李孔岳也挺爱说的。这个刘继鹏就聊到这个振兴资本金融市场对我们国家经济的恢复、经济提升啊这个作用。也就是刘继鹏他认为啊，这个大国崛起，对吧？你作为一个大国，这个资本金融一定要搞起来。你的制造业很厉害，那你这个资本金融啊，你这资本市场跟制造业相匹配，他这么一个观点啊。大家看视频。那我就想问刘教授第一个问题，
振兴资本金融市场，对我们家经济恢复提振有什么功能？当今中国经济下行的困难时期，什么是解决良方？这就是尊重资本，振兴股市。实际上，资本这个话题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缺少一个理论上的沟通，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都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都是为工人阶级劳动服务的，认为劳动才创造价值，资本是剥削。甚至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资本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中国化落实到位。我们搞了市场经济之后，也就提出了金融的问题。其实在中国改革前的体制里，虽然也有金融，但是那个金融都是从当时苏联传过来的，只有一个央行，再加上全国各地的储蓄所，我们连商业银行也没有。所以在那个时代，央行的作用就是起着一个出纳的作用，就是国家纪委做计划，财政部搞预算，银行当出纳。因此那个时期，79年改革开放之前的财政金融时期，79年中国决定改革的82年之后，我们陆续成立了工农中建交这些大的商业银行诞生了。商业银行诞生也就意味着中国出现了货币金融，伴随的是企业的拨改贷。过去都是拨款九统天下，商品统一包销，原材料统一供应，人员统一分配，财务统筹安排，九统天下。企业的资金来源从拨款改成贷款，也伴随着利改税，开始企业交税了。这都是市场经济中国要建立完整企业形态的必要手段。所以这个时期里边，我们的货币金融就越来越发展了。那这个时期大概是从82年一直到90年。90年以后呢，我们又出现了深沪股票交易所，我们到今天又出现了5000多个上市公司。所以这个时期我是把它称为资本金融时代，或者叫证券金融时代。因此这样三个时代，财政金融、货币金融和资本金融，这个划分基本上是符合中国金融发展的这个历史轨迹的。但是货币金融，过去我们的大学里不讲资本，因为前面我们谈了，我们国家不承认资本，我们要打倒资本，要推翻资本，资本是丑恶的。所以你要搞金融，你说资本是金融，那不就把它合法化了吗？所以那个时期我们的金融就是个货币银行学，贷款。所以今天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全都上下一致，要发展直接融资，要振兴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从2008年以来，就现在已经17、18年了，始终是在3000点。所以要想把直接融资搞起来，要把它最大限度的发挥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去，所以就需要重新认识金融。因此我也写了一本资本金融学，就是说你刚才说的，什么是货币金融，就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以货币市场为基础的间接债权融资体系。资本金融呢，那就是投资银行为主导，以股市为基础的直接股权投融资体系。这里边特别提出来一个是直接，就是直接融资是我们发展方向。因为中国这样的体量，如何认识金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比如说金融是不是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我们现在是这样提这种观点。严格说，金融是我们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领域。因为你发展到这阶段，人均 GDP 13000美金了，所以这种背景下，你就必然要给人们增加创造财富的手段。我们的劳动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从16大以来，我们的党中央一直在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就是劳动者的收入不一定都是劳动性收入，对，他的财富积累要产生钱生钱的过程。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金融的认识也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逐步深化的。对，我看到。招生当中也是提到，让大家谈谈对金融的认识，最后就归纳为金融就是资本和货币，就是融资跟投资，就是解决的钱从哪儿来，钱往哪儿去。而且重点关注的是钱去哪，它解决的是钱生钱的问题。对，早期是你把钱给别人，
给商业银行存起来，让他们去社会主义建设使用。后期你发展了，你就可以用别人的钱来干自己的事。其实金融就是这么个简单道理。我们传统对金融的定义太复杂了。什么金融就是空间和时间上的价值转移，那不落地的，太不落地。对，就你那个东西要让别人一听就明白。所以今天回到你刚才那个话题来，就是说为什么资本市场这么重要？就是一个是它标志着中国金融从第二阶段货币金融向资本金融的发展。对，这个过程是中国未来直接融资要占到70%以上，我们现在只有20多，把国债一扣出去，我们那个直接金融资就太可怜了。什么是资本金融？就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多元的金融产品。对，这个产品里就包括股票、基金、债券、期货、期权等等，这才是资本金融，就是直接融资才是现代金融的主要融资模式。所以它是一个投融资市场，也是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增加的主要渠道。对，另外呢，资本金融是化解金融风险。你商业银行这5大国有银行，这个基本上是这个风险都是集聚在国有信用这一个点上。我们如果直接融资呢，股市如果没有诈欺事件，那么赔钱是每一个投资人自己担的风险。所以这个过程也决定了一个新金融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要发展资本金融。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实际上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就金融和我们的制造业的关系，我们现在制造业是美国倍了，但是我们的金融可能也连它的1/4也没有，甚至更低。金融不匹配，你在大国竞争当中就永远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大国博弈，你要想取胜，你得有制空权，制空权就是定价权。金融不仅仅是实体经济服务，它还决定着实体经济的走向。比如说，你说黄金也好，石油也好，钢铁也好，这些的价格首先是在资本市场的期货价格上表现出来。所以这个价格如果全是华尔街掌握，那你买什么人家给你涨什么。所以大国崛起必在资本金融，光有庞大的制造业陆军是不够的，你还得有空军，有制空权，有定价权。有了这个定价权，因为你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得变成商品，商品就得创造利润啊，而这个过程都是在金融这儿把握着。所以中国要想大国崛起，一定要把金融，特别是资本金融搞起来。我在想啊，这个刘继鹏啊，他说的是很有道理啊。也就是说，你这个你制造业和你的资本市场要对等，对吧？你制造业这么强大，但你资本市场是这么一个走势，他认为这个不合理。我倒是觉得啊，他的话是对的，就是制造业和资本市场要对等，对吧？你制造业这么发达，那你的资本市场也得发达。你资本市场不发达，那是不是意味着制造业本身就不发达？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的制造业很强大，很有可能是一个假象。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我们的制造业是强而是大而不强，就是制造业倒是这个 GDP 挺高，数字很大，但是它并不强，大而不强。那么反映到资本市场，你的资本市场就是这么一个走势，对吧？你总市值就是好像10万亿美金左右嘛，就相当于美国的这个7枝花里面2、3枝花的市值。如果你要从这个角度看，它没问题啊，对吧？也能说明这个刘继鹏的观点是对的，也就是我们误以为啊，这制造业很强，实际上制造业叫大而不强，对吧？你看我们的制造业多少是粗制滥造，对吧？但是我们不能说所有都是粗制滥造啊，对吧？你看我们的食品安全，你造那些食品，对吧？你生产的鸡蛋卖到欧盟都卖不掉，对吧？美国人没鸡蛋吃，鸡蛋狂涨价，但是咱们的鸡蛋便宜，对吧？咱们鸡蛋价格越来越低，但问题是你的鸡蛋出口到美国都不一定出口得了，人家没得吃的不吃你这鸡蛋啊。这么说有点极端啊，但只是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你的这个生产制造到底造出来什么玩意，对吧？食品安全，还有这个咱们很多东西啊，在国外啊，中国制造约等于粗制滥造，我们高精尖的东西，对吧？还是少啊。反映到这个资本市场，其实咱们不难理解，我们湖市有5000多只上市公司，但是真正产生利润的才几家呢？这个正好啊，上市公司的这个年报啊都已经发完了。2024年啊，咱们 A 股上市公司业绩啊，就是营业收入是将近72万亿，规模净利润5.2万亿。咱们知道这个数就行了啊。这个72万亿里面，咱们说利润吧，
这个5.2万亿利润里面都是谁赚的呢？这个是截至4月29号啊 ，A 股共有5303家上市公司，规模净利润最高的10家公司中，5家是银行，2家是保险公司，前4名均是银行。居首位的工商银行去年赚了3659亿元，平均啊一天10个亿。这排名前10的10家公司规模净利润均超过1000亿元，日赚啊将近3个亿。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 ，A 股规模净利润最高的50家上市公司中，有20家是银行，占比40%。A 股42家上市银行中，除了西安板块西安银行以外，其余41家已公布业绩。2024年最赚钱的行业要数银行，去年合计营收5.64万亿元，共计实现规模净利润2.14万亿元。也就是啊 ，A 股2024年5303家上市公司一共赚了5.2万亿，其中这个40家银行就赚了2.1万亿，赚了40%。你就知道这个咱们的上市公司所有的盈利，所有的创造利润，它都是怎么来的。好，那个毕竟这利润不全是银行创造的，对吧？银行只占对吧？前50名里面20家是银行。前10名里面5家是银行，还有2家保险，那剩下的都是谁呢？剩下的也不陌生啊。从收入来看啊，刚才是利润啊，从收入来看 ，A 股7家公司总收入超过1万亿。2024年 A 股7家公司营业总收入超过1万亿元，其中两桶油营业总收入分别是30745亿元和29379亿元啊，就是2桶油啊，就占6个多万亿啊。刚才说了，2024年整个的沪市5400家上市公司一共是72万亿营业收入，2桶油加一块占10%左右，牢牢占据 A 股营收榜单前2位。剩下的啊，中国建筑是21870亿，占第3，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移动、中国平安营收均超过1万亿。如果把2桶油去掉，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分别排1、2、3名。这就是我们沪市上市公司的底色。你把这些公司啊，如果都剔掉的话，剩下的还有5300多家，那都是些什么公司啊？都是不能要啊，散户最爱的，天天爆炒的，就那些公司。但是你看啊，上市公司盈利最强的是银行，这个美股好像就不是这样。那无论是银行还是中石油、中石化，还是中国铁建、中国建筑，他们那个利润怎么来的，大家都心里有数，都是靠垄断、靠政策。银行想不赚钱都难呢，银行靠的是牌照啊，那个中字头的企业都是央企啊。所以你看，你再回头看看这个沪市，它的底色，它这5000多家上市公司都是它的盈利能力，你就知道它配得上3000点。实际上，沪市目前的点位啊，很好的反映了上市公司它的成色，没毛病啊。所以，假如啊，我现在说假设这银行股的业绩一下降，对吧？不装了，纸包不住火了，丑媳妇要见公婆了，那你说沪市对应的点位应该是多少啊？自己去想。一季度啊，2025年1季度是不是银行所有国有行那个利润都在下降？靠财技啊调节这些利润也走到头了，对吧？你再靠财技去调节，那就已经是算接近于做假账了。藏着掖着的那些坏账，终究是要拿出来要暴露的。这个净息差只会缩小，对吧？这是趋势。实体行业都不赚钱，你金融业赚钱，只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是个毒瘤，是畸形发展。对，就实体不赚钱，金融行业狂赚钱，你金融行业赚了谁的钱呢？实体都要完蛋了，你怎么可能金融行业无限制赚钱呢？就这个它逻辑不成立啊。当然这个肯定这个有错配啊，就实体行业早就开始不行了，你金融行业恐怕要晚2年，这个有这种可能。但是终究啊，如果实体不行，你金融行业怎么可能行呢？因为你金融行业的基础是实体嘛，你实体给你带来利润呢，对吧？你贷款放给谁啊？不就放给这些企业吗？这企业都活不下去了。所以说啊，你看看啊，不存在实体经济不行，然后金融行业一路高歌猛进，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一直说啊，你当这个金融股啊、银行股粉饰不了它的业绩，露出真面目的时候，你想想沪市是不是岌岌可危？你剩下的那些上市公司的
基本上都是垃圾。我再举个例子啊，就大家一想就明白，那个日本的东陶啊 ，TOTO 啊，它不是生产马桶吗？生产那个什么就是民用陶瓷啊，马桶盖。它在中国的上海还有哪个几个生产基地关门，要裁掉40%的人。人家发出原因就是因为房地产低迷，导致它难以为继。就我想啊，对外资来说，它赚钱，如果能赚钱能经营，它不可能关门，就说明确实经营不下去，市场不行。哎，它裁员是 N+9给补偿。然后大家再回忆一下，前不久是吧，应该是去年吧，死乞白赖的要上市的叫马可波罗，它也是生产陶瓷的，它跟那个东陶是一个性质，一个是生产马桶，一个是生产瓷砖，都是用在房地产行业，都跟房地产行业息息相关。这边东陶这样的品牌活不下去，要裁员，要缩减产能，那边生产瓷砖的还玩命要上市，资本市场还能接纳它，对吧？它2次闯关，咱们的节目也做了好几期，就这样的企业它上市到底是图什么？你资本市场接纳这样的上市公司，你是要干啥，对吧？明显的是一个高能耗、高污染、夕阳产业，而且它的这个主要市场是房地产，房地产不行了，就这么一个企业，它要到资本市场来，你不就是摆明了是来割韭菜的吗？这跟你什么制造业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你看啊，这边是日本企业生产马桶的活不下去，那边是生产瓷砖的玩命要上市。尽管有那么多人啊，网上有网民都在质疑，但是他依然挡不住，他还是上市。所以大家就对这个胡适啊5000多家上市公司是什么货色，到底什么目的，大家就心知肚明了。然后这样的市场，你老说它要涨到14000点，要走牛市，这不是白日梦吗？最后我们再看胡锡进老师啊，这胡锡进老师最近很有可能啊，自从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之后啊，受伤比较严重，资本市场啊一定是赚了指数，输了钱。所以胡锡进老师这个最近的评论呢，似乎啊这闪烁着一点这个人性的光辉啊。关于这个董小姐这个事情啊，胡锡进老师发了好几个微博评论。胡锡进说啊，消费事件舆论发酵已远远超出人们对婚外情的谴责。在消费被中日友好医院双开之后，关注焦点转移到了婚外情女主角董希莹身上，又进一步扩大到她获得博士学位的协和4+4学制上。舆论的不满从针对婚外情转向了对董希莹学历和职位安排超常并受到特殊照顾的质疑上，4+4学制安排本身成为焦点。然后胡进说啊，老胡觉得这一连串质疑、追踪和升级是有逻辑的，他们涉及的婚外恋道德、医疗安全以及机会公平等，又都是公众非常关心的领域。这胡进老师也说了这个渐进式关系啊，咱们在今天上午的节目说了啊，这个公众对这个事件是个渐进式的，先从婚外情、男女关系吃瓜，后来发现它是个医疗事故、医疗安全的问题，再后来又发现这原来是个教育公平的问题，瓜是越来越大，波及的是越来越广。胡进老师说啊，鉴于事情的发酵不仅轰动，而且触及了公众的普遍关切，但是我认为相关问题已经不是所涉机构想回答就回答，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的了。公众上述质疑理应得到明确的答案。也就是胡锡进老师也呼吁啊，中日友好医院、协和医院出来走两步啊，要回应大家的质疑。他最后他说啊，他说鉴于这2家医院是社会公共的优质医疗资产，处理好这件事情无疑是公众利益的所在。我相信没人想伤害这2家医院，但是大家对他的要求会更高。2家医院应当把公众的质疑和要求看成来自社会的鞭策。也就是胡锡进老师委婉的啊呼吁啊，这个协和对吧，中日友好出来走两步。但是现在这2家医院现在是沉默不语啊，就是不在乎。实际上我们所质疑的教育公平、社会资源公平，这个胡锡进老师啊也是深陷其中啊，因为大家就天然的就怀疑你胡锡进老师是不是也是这个教育不公平、资源不公平的一个受益者。因为胡锡进老师也是的吧，他是典型的这种就是董小姐父母啊，实际上跟胡锡进老师是差不多的嘛，就是级别啊，或者这种对社会资源的掌握啊、人脉啊，他们大差不差吧。也就是董小姐的父母对吧，占尽便宜，走进后门，那胡锡进老师能够独善其身吗？胡锡进老师体制内的《环球时报》总编啊，他就比那个董小姐父母恐怕还要位高权重啊。胡锡进老师是怎么做到自我监督的呢？这个就是诛心之问。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